台北内湖今早起11点外，伫内湖路一段有一搭建案工地，规个阿摩托塔是规个倒落来，害一个骑奥多摆民众背负闪着撞击哩。救护人员发现讲，伊正边的骹头骨骨折，随家送病院。监管处表示讲，初步判断应该是这阿摩托架这个骹架内部稳，才会起气。目前先计还9万块，而且下令停工。车真多，台北市内湖路一段正中段时阵，一个新建工地内底阿木托塔，向阳倒向马路，一个经过35岁骑机车的人未好闪，一个甲弄落去。风救出来时阵人有清醒，验过正边大腿外脚头骨的所在骨头断去。我要回来帮他找东西，因为他手机要联络他姐姐，通知他其他家人。对，因为他要开刀，有意识，可是记忆不清楚。哦，像大地震哦，都会害怕，连我们的狗狗都拼命叫，震动的很大，砰着把窗户打开之后才看看，应该是东西打掉。还好没有往我们这边打。事发所在我一问问乌线，验过工地主任当时无愿意回应媒体。根据初步调查，是因为阿门托塔架固定不良，才造成倒乱意外。台北市府监管处除了派员现场来勘查，要求全面检视，并且对施工单位来开发。本案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，工地应负安全管理维护的责任，对施工单位裁罚9万元，并勒令停工。吊车到位了后，赶紧把这个阿木托塔刷掉走。监管处也强调，要求施工单位必须完成检查改善，经过市府许可才会使复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